国豪假传球的左手抛投放进2分。志杰侧身上来，他的余光其实已经瞄到塔壁的位置了。对，好球。但是志杰基本上他是关键时期跳出来。哦，左边的上篮高国豪，昨天第4节，其实这个数据已经非常亮眼了。又是左侧他惯用手的切入，再抓进攻篮板放进。Oscar 高国豪失误也是富邦勇士在今年球季其实最大的麻烦。高国豪上篮来了。高国豪带步之后中距离拉高了投篮的弧度。Julian White 3分线外出手。哇！结果高国豪外线在45度角球，塔壁抓到进攻篮板，再给 Oscar 高国豪左手插板得分，那个才叫做这个哦！哇，高国豪来了！哎呦，一个超节奏暂停回来，马上拿2分。高国豪的外线出手2分球。哦，过去在 NCAA 3级呢，曾经有过40%的命中率。这边是高国豪。高国豪的3分球，这个2-3区域防守，高国豪在外围拿到球就起，起了就进。今天这样的分数差距应该是有慢慢在进步当中哦。国豪带球，最后时刻的出手。赶快转移，高国豪抢时间了，好球进！哇，好，高国豪厉害！阿吉直接球被抄了下来，高国豪要反打一个，篮底下还是国豪的球，奥斯卡摆进2分，一样是接到篮底下，送篮得分。哎呦，这一次超到，而且没有犯规，高国豪自己带球上篮了。哇哦，他终于成过底线，转出来，哨音没响，高国豪的中距离。哇！刚刚说到啊，其实在这个工程师这边啊，有很多好，再要位一次，空切，国豪的投球跳篮2分有，这是一个 give and go 的搭配。时间最后的2秒钟，高胜投中距离，高国豪攻进，哇，这个进攻篮板加1得分再加2。